TV，讲台语，黑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武甲。今日来抽奖金，咱甲你了解互你。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 M 哥。M 到中国来比赛，8万奖金统统来。哦，来，咱今晚上擂台，请，来，大早行，这里哦，这里哦。来，有咧上山落海应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这队的组长。好，组长。吴尊。吴尊，哎，恭喜好啊，大家好。哎，你有发觉去哦？你真正成长啊呢？有啊，有较大汉啊，因为即摆做头家啊。哦，无啦，做头家做足久啊，是一直你做头家，你谁来拍摄？你就做头家啊。小职员呐。无啦，你是头家，你讲头家就好。我是头家，我是头家。好，来，好，我甲介绍落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尊，边啊拢是阮饮料店的 partner。好，来，partner，咱家己自我介绍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克。嘿，马哥。是，好，来，搁啥落去咧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嘿，阿凯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搁啥落去咧？大家好，我是 Duncan。当然哦。好，来换你那边啊哦。是，咱一边是乌穿乌衫的啦。穿乌的。啊，阮这是白马王子，一个比一个较缘投。是。哎，欢迎我的队长麦克斯。大家好，我是 Max 麦克斯啊。啊，麦克斯啊，嘿，麦克斯嘛是真牛呢。当属主角哇，你了主角无？没有，但是我看伊的这部主角。看伊这部主角，是，哦，伊嘛真济早囡仔介意你呢。系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今日是带阮先生。早囡仔介意你，大家较介意我主角。今日嘛是带真缘投的，嘛是算讲 partner 哦。嘛是 partner 高主角。这部你就是合作的嘛。新南大主厨的好朋友啦。好朋友。嘿，好来自我介绍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静。美静。马就老是嘛，就老师的哈。好来欢迎搁啥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吴胜。吴胜。哦，一个比一个较缘投咧。对，啊，搁啥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一红。一红。欢迎。是，内面拢是会晓煮食的吗？拢会晓煮啊。哦，因为阮拄则吼，阮也想讲。哦，访问较紧的就对啊啦吼，啊，毋过吼，拄啊去用别讲袂当，你一定爱访问你啦，莫去厝内顶要甲你访问者，因为你生伤缘投啊。阮节目内底一寡少女的心吼，讲希望你加讲看。对，无你安尼啦，咱休困者，啊你看。35天。开始比赛，要被挑出来比赛啊！要来比赛啊！伊嘛歹势咧。介高兴，好来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欢迎来王秀荣王老师咆哮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珍珠年茶台湾味，缘投豆子101。哦，真正拢介好介熬的啦吼！来，大家看到100万伫遮。来，请看。现金哦。要过无简单，啊，不过嘛是真简单哦。唔怪咱来拼3关啦。拼3摆就好。好，今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来台语心事大调查，是要安怎调查咧？譬如讲吼，咱即马定定看到无人机啦，嘿，台语要安怎讲？无人机，无人机，自动飞机，自动飞机啊，拢有人咧讲嘛，对对，这就是台语的新词。对，嘿啊，啊，阮就是吼，看嘛，即马有啥物新的物件，啊，台语吼安怎讲，拢摕来甲恁介绍。是，啊，阮两个等下讲的答案拢是对的哦，两个拢是真侪人伫讲，啊，毋过就是要麻烦恁算者。
倒一个是较侪人伫讲的哦。是的好，来分数咧，咱这回合拢中3题，三题恁若拢摇到吼，上侪得到6000哦。哎呦，加油加油来，请先提起来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蒟蒻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蒟蒻咱定你食的啦，嘿啊为了健康，咱就食这啦，吼。我的答案是水浸粿。哦，是蒟蒻啊，咱要煮进前啊，吼爱先安那处理，都甲放喺水甲泡着。哦，互伊慢慢啊碰起来，咱嘛通啊用菜，哦咱嘛通啊用，嘛是安尼切切的。凉拌的阮这导游嘛会当食，是，所以我的就是水浸粿。是，那我这边叫做粉椒菇。为什么叫做粉椒菇？因为听讲伊的日语翻起来就是安尼。哦，日语一款呢就对啊。但是日语我无搞，等下可能问咱老师。是到底是我的水浸粿，还是粉椒菇呢？来，大家动者脑筋哦。来，2队，咱请3题。必须阿雄，演几遍。大家拢开你的粉椒啊菇，因为咱台湾吼真正受到日本的影响较深啦，是譬如讲罗赖吧、韩多鲁、曼库米啊，拢是日语啊。嘛对，嘿，来，我问一个来，吴准，来，你选的是？因为我是感觉较早以前的人啊，因为有接受日本的教育教育，所以想讲啊，应该是用日本话安尼示范，因为是古早的物件，所以就应该是叫粉椒菇。好，那咱这边来，我嘛是差不多，因为即马日文我们常常用的台语嘛，就是亲像胖啊，就是啥，我都伫家就摕来用安尼，所以我感觉粉椒菇的机会是较大啊。是，咱伫做菜的时阵，毋是，这嘛是一个料理嘛，对吧？是，嘛，他做料理嘛，吼。对。恁拢安怎讲？即马讲最近过少年可能较毋捌啦，会较毋捌技术啊。对，无毋对，即马是为着咱少年，吼，因为这调查大部分拢少年较济。无毋对，好来，咱这边的。因为我感觉水浸粿就是因为伊做的时阵拢爱浸伫个水内底。啊，因为粉椒粿嘛是较老一辈遐人讲，我是讲即马较少年人较现代化的，应该是拢会讲水浸粿，因为浸伫水内底。你去超市买的时阵嘛是浸在水内底，水内底，所以我是较直接是用想水浸粿。哦，买的时阵就安尼啦。无毋对，伊爱保持啦，伊敢爱保持迄水里。爱淡淡才是。是，无毋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好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水浸粿。哦，不要紧，来，阮首先。终于得了1000咯！美秀的水浸粿占64.1%，阿雄的粉椒菇占35.9%，所以差不多差2倍。啊，不过这2个拢是对的哈。这个蒟蒻哈，伊伫以前会当叫做迄个毛乌，因为伊生了足歹看的，啊伊袂当生食。所以因爱甲伊，就是落去煮熟，啊，佮甲剥皮了，放在水内底，啊，佮搅石花，啊，放来了，伊开安尼碰大，所以就是水浸粿伊的由来，啊，然后就是日本，这古早敢若天皇会当食尔，一般的人袂当食，因为伊会当健长整胃，啊，到迄个1922年的时，较开始会当做食品，吼啊，所以日本因遐食品拢有甲变做迄个牵丝的，安那水墙足水的，嘛是甲水有关系，所以咱一般来讲是讲水浸粿，啊伊的日语就是叫做孔家库。啊，空就是那像五，啊年呀呀，所以啊库是9，所以因5月29甲伊定做迄个水浸粿的水浸粿日安尼，啊连英语伊的迄个就是嘛是用日语过来，所以英语伊就叫做 Konjac Jelly， 所以这个蒟蒻伫日本传到世界拢足有名。袂歹。
相信家己无唔对对对，好，不要紧，加油咱哦！够第二题够哦。 2000，够好， 2000。来，够哦，免烦恼，来，咱先促销，请注销。来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，请问啤酒肚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啤酒肚哦，度，这我细汉就敢若听个真卖，哈，嘿，叫做烂豆，烂豆，嘿，有哦，以前迄落爸爸拢毋是阿伯阿姐个拢会穿假，啊查甫人拢有一个迄落啊，巴肚，还大大哦太太安尼就讲嘿啊，伊烂豆的啦，诶，衫穿好咧烂豆。巴肚舔出来呢。是烂烂的感觉，是敢若快要塌下来的感觉，哦嘿，烂豆啦，烂豆，嘿，啊那阿雄我这边的讲法叫做巴肚汤，北诶嘛是巴肚敢若一个汤啊，一个汤啊哦，啊一卡安尼，这大卡吊在遮，巴肚汤，啤酒肚嘛，对，嘿啊好，来，咱来看卖哦，好，好来，咱两队请选择，哦，拍算哦，拍算哦，怎样？拢有道理啦，红叶玫瑰豆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哦，坚持，信我的风，信我的就对啦信。美秀智啊，嘿，好来，马克，哦，因为我是感觉吼，大肚腩呐，大肚腩，大肚腩，有大肚腩，嘿嘿，所以烂豆，应该是烂豆啦，烂豆，就亲像台风红台。冰过，系啊，冰过来，嘿。我是感觉这地因这边应该较了解，是，因为因这边较有嘿，较有咧用到。小夸，小夸，嘿，饮料饮酒这个年会吼，真正都爱较注意的哦，健康爱真紧就有有迄落啊，会烂豆嘿，烂豆啊，是爱较注意嘿的。好来，换咱这边，我这边哦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迄巴肚大起就亲像阮啉米露内底就侪水，甲水桶共款，酒嘛是一桶一桶一桶安尼用，所以我感觉是巴肚桶啊。啊那你就是阮的，理解。嘿，我感觉是咱都是，厝嘛是安尼讲，哦厝人就是安尼因讲，为啉米露啦，啊啉到吼巴肚安尼摕摕啦，对啊所以巴肚会走出来，所以阮感觉是烂肚啦。啊因为另外即个咧是其实拢会使啊，你若物件食得济啊，啊巴肚大大就是嘛会使形容的啊。对我感觉烂肚可以啦嘛是啉米露。好来，到底是较侪人讲烂豆？也是有人会选我的巴肚汤呢。好来，咱来看这哦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巴肚汤。两个拢对的吼。好，一般咱若定定咧食迄个牛腩，伊其实就叫做牛腩，牛腩啊，毋过咱就是迄个伫边啊骨边啊，就是松松的肉嘛吼。啊，所以咱一般来讲就是腹肚就是安尼松松，啊，就变做迄个腩肚，啊，毋过因为个安尼松松，那像个腩头共款，所以有当时啊伊的音会走去变做腩肚安尼吼。好啊，因为迄个腹肚汤就是规个拢安尼那一个水桶共款，吼啊，所以咱咧讲的时，其实两个拢会当讲。啊，我家己嘛是拢讲烂肚安尼吼，啊，即个腹肚汤是一般会讲查某人小富婆、大富婆迄款大腹便便，嘿，啊，毋过大家爱注意的就是米露即个物件，人拢感觉是饮料，其实伊内底油脂，也是讲伊的脂肪足济，所以定定就是你继续啉就会变安尼啊，嘿，爱注意健康的是。好来，第三题来啊，来，咱先促销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我们出题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安全气囊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是安全气囊，必须这边是加规弄。哦，是安怎嘞？安全气囊，伊本早就生做安尼嘛，啊，伊藏咧内底，啊，咱若去弄着的时阵，伊要甲咱保护。吼，就敢若亲像鸡龟啊，是啊，鸡龟啊，啊若去弄破了，砰！哦，吼，咱伊会甲咱保护着，啊，毋过若是真正危险的时阵，伊就破去啊。哦，嘿，所以讲我会较简单，我照会看的意思就是鸡龟人弄，甲弄的鸡龟弄。因为台语足侪安尼，譬如讲开米露的，酒开啊，伊名词放头前，后壁就是动词。是。酒开啊，啊鸡龟弄是同款意思。是。啊，那我这边我就是照例来翻啦，我叫做安全鸡龟。气囊就是气球，鸡龟。其实我加一个
弄，对，弄。啊，我是安全咧头前，加规了后壁，安全气囊，安全加规。嘿，你会听起袂歹呢。啊，我是感觉你会听起来较下台语啦。像我头拄讲的酒开啊，伊是开酒的，但是酒放在头前，后壁开是同事。不过咱两个佫讲下去，咱就敢佫哦，因就就会啊，系啊，对，不要紧，选恁家己想的，对，看打谁较侪人讲的哦。好，后来两队，咱请选第五。哎呦，必须阿雄演几遍。好，来。哦，哎，风险，总算甲阮开啊啦吼，来，选我的吴尊。你讲，你讲，因为我是感觉讲安全家规啊是，袂晓讲台语的人，就照迄字安尼翻过来，就是安尼算。但是家规啊弄，那是较专业的讲法，是不是？较古早人的讲法，应该是家规啊人。这边嘛是安全的哦，是，因为有安全带，安全带，手工嘛是安全家规，叫离婚就嘿啊，拢是有安全的物件。是，好对，好，啊来咱这边的，这我较早捌去修理厂有捌问过师傅，啊，因的专业的确实是家规落，嘿，啊，因为伊是较早咱拢。气球嘛，也是迄气囊拢叫家规啊，是啊，所以弄到伊就碰开，是，所以我较早是，啊，毋过我拄仔嘛，才想要要迄个安全家规，因为较直接啦，啊，我想讲也是听老师傅的较对。哦，咱来看者哦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安全家规。不要紧，这个拢有分数。是。后来咱这边甲加入去，1,000。阿妹咧，毛1,000哦。好，安全家规占84.5%，家规浪占15.5%。好啊，老师傅因讲的是足地道的台语，啊，迄个规就是会碰起来物件，比如讲暗规安尼吼。啊，毋过一般少年的可能会较直接落去讲安全家规，还是加一个啊。家规啊，拢会使。嘿，好，多谢。后来看两队的分数，看阮无队即马1,000。啊，那咱要队咧，红3,000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二位啊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互你看过去。对，咱等下互恁看这过去。是，看到相片，伊会叮当哦。哦，即马 AI 真厉害啊啦吼。内面会当看到啥货咧？有可能会看到过去的活动，譬如讲庙会啦，譬如讲那个市集。啥物大菜市啦，还是比如讲做长人在做事，古早的相片拢有。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分数这回合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来回答。啊，若抢到，拢抢到，得到12000哦。哎呦，加3000哦。好，手放在这。来，咱会听到我讲请抢答，咱记得甲出入去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写题是。是，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去看的是台南客家海边的画面，古早的哦。古早海边的画面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斟酌看哦。规涂骹拢是哦。哇！你看后壁一地，这个所在生产的这个物件需要扒皮，而且会使摕来用料理。有当时吼，食水饺的时阵。食灌肠的时阵，哇，安尼就拢知啊！这应该知啦，是啦，你应该拢用会到啦。台南沿海客家地区的特产料理的香料是啥物咧？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去看的是台南客家海边的画面，古早的哦。古早海边的画面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斟酌看哦。规涂骹拢是哦。哇！你看后壁一地。哇！这啥？是。袂使讲是菜啦，唔是菜，是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互因想一下哦。好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
车出题。咱要来去台南的客家沿海地区吼来遮佚佗，因为哦，伊遮即个所在生产的即个物件需要扒皮，而且会使摕来用料理，有当时会使生生的用豆油就使食。哦是啥物件咧？无我搁提醒一下，有当时吼食水饺的时阵啊。食灌肠的时阵，哇，安尼就拢知影啊！是。后来手肯好好哦，你会想哦，客家是产什么货哦？后来咱车手答，吹来啊！这应该知啦，是啦，你应该拢用会到啦。应该是啦，蒜头。后来老师，蒜头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甲加入去，就迄个得到3000咯。好，客家这个地区，因为咱遐有一个所在叫做盐分地带，好，所以迄搭其实发啥物物件拢无啥好发安尼吼。啊，伊客家的名是因为遐有希拉雅因的即个古早迄个部落吼，叫做苏亚加夏，了起来就是客家。啊，嘛有可能就是有4个省的人因伫遐设立即个学堂，好，所以咱就叫做客家。啊，即个蒜头进嘛有人佮甲变做乌蒜头。迄嘛足贵的，哈，对咱的身体足好的。好，来，咱即摆今日换人。好来看金足哦。好来，上个咱先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去看的是圆环街仔边的即个画面，真珍贵哦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哦，这个圆环，系啊，迄个圆环，哇，看你大基友知影你倒位我捌去过哦，是啊，其实真正有影无啥改变，敢若中央迄个改尔。对。啊，袂啦。好，来，咱车出题。是，今麦要带恁来去街仔边佚佗热踅。咱头拄看到的吼，这个圆环内底，佫有一个喷水池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吼是伫咧倒一个县市咧。好，来，伫咱台湾倒一个县市哦。好，来，咱车手答。你慢啦，来换你。嘉义，你捌去过？有改变真大无？无呢。无，有甲中变安尼啊。对啊。哦，好，嘉义哦。嘉义。来，老师，嘉义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分数，叫伊加3000咯。好，这个是喷水池吼，迄附近足热闹的，所以咱嘛有喷水鸡肉饭，喷水池鸡肉饭。较特别的就是讲，伊迄个中徛迄个石像吼，是蒋介石总统，是较特别，伊是用坐，吼，佮后壁有一个美丽华，即个迄个就是即个店大饭店，所以就是较特别，较认得出来安尼，嘿，嘉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袂歹哦，手较紧，手较紧的哦。你头一回伤紧，即马伤慢。无等下人接起来足紧的哦。好，来不要紧，佮后2位哦，来紧的来换人。好，咱先行咱家己的路，今日甲咱分数摕起来，路就出来啊哦。是。好，来手肯好，上个咱车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去台南的旧庄头仔边看卖咧。哦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有渔船啊哦。是。哦。哇，船啊，佫不离啊济咧。是，真济哦。好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咱车出题。要带恁来去台南啦，古早的即个港边啊，吼，即内底看到的是渔船安尼点，伊是咱台湾早期上大的渔港口，你敢知？伊伫咧倒位咧？来，是港口哦。港口哦。伊伫咧倒位哦。好，来，咱车手答。先吹了，其他讲。那就可以。好来，伊拄有讲过，上拄有讲过，伫台南。台南。
安平港。好，来，老师安平港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先。有一定的3000咯。变过去啊，变过去啊。后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台南的安平港上大吼，咱以前古早是一户2落3万甲，所以咱以前的府城其实就是以安平乡为准，而且迄当阵台湾叫做台湾，就是为安平遐开始叫的。荷兰人入来了后，伫遐起迄个就是台湾城，有发展一寡商业。后来郑成功甲伊个攻打了后，郑成功就用伊伫福建泉州因岛的安平镇做地名，所以迄个所在咱会较叫做安平，是台南真大的港，包括讲伊规个迄个运河拢会驶入来迄个市区内底安尼。嘿，好，多谢。好，搁听着做历史啊，吼，来，不要紧，即马拼过去啊，差1000啦，吼，不要紧，1000看。上尾要迄个人哦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哦！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好，来哦，手放好。上个，咱请提示。上来好，要带恁来去看的是咱原住民部落的画面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这该有名吧？哇！这个较明显啦。是，这应该拢知啊啦。对。哇，这真古早呢。真好看呢。对啊。水吼，即马这种仲够有啊。够有啊，够有啊。对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今仔日咱要出海去佚佗，咱头早看到的吼，就是一个原住民族啦，而且吼，因遐上出名的就是种这平板船，还有背乌的文化，介出名。你敢知影？伊是倒一族的？倒一族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叶红，阿红。我第一要安怎讲？华裔你先讲啊。达悟族。嘿。台语，你想看嘛？当时会讲到这字。达是安怎念？达。对啊。悟啊。达悟，达悟族。达嘛是对的啦。悟。觉悟怎么讲？达悟达悟族。嘿啊。倒啦。来，老师，伊的答案是大声念，老师听。达悟族。是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加落去。有一定的3000咯，加油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多谢伊认真翻译吼。不过一般咱拢是尊重因的语言，咱拢讲是达悟族安尼吼。你若翻译做台语，嘛是当念做咱的达悟族安尼，好，拢是会使。这是因迄个就是平板船，你袂当甲讲做独木舟，吼，因迄是因为足侪房甲组合起来的。因即搭就是讲前一天迄船起好了，因就半暝就开始唱歌，然后就是会去庆功，吼，因出去掠这飞乌，也是讲就是掠这飞乌，因拢袂，因的智慧就是袂掠伤济，就是有够食就好，这就是因甲自然共存的迄款道理。嘿，搁另外一种鱼，就是龟头刀，伊就叫做飞乌虎，所以就是一物克一物安尼。伫因遐会当学到足侪智慧，所以伫因的船顶悬拢有克遮的物件安尼。嘿，祈求就是会当大丰收。好，来看分数吼，来看咱无对即马7000。那咱要小可赢者9000哦。好，即马今日去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来，咱来看这中一个问号，是问号内面是啥？
问号内底就是咱的奖金啦。奖金少的3000、1000，啊那多就是1万、12000、15000哦，真济哎呦哦。好来，啊，咱有8提示对不？咱念一个。好来，有鸡子头、鸡子头、鸭、鸭、牛、牛、手切茶、手切茶、酒家菜、酒家菜、必比丁、BB丁、山水、山水。波波。好，啊，毋过有一个机会就是讲，队长你袂晓啊？是，你有一条名堂讲救人哦，救人哦，每一题都请你的队员，通啊同齐来讨论。哦，嘿，啊，其他拢袂当讲话，拢是你讲话哦，你选择的哦。选物件选的时阵会当啦，是选的时阵会当。好，啊，搁有一个是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来选。多谢。伊讲手切茶哦，手切茶哦，伊手摇咖呢？茶哦，手切茶。好啊，还是就先甲手切茶摕落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手切茶，伊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高清哦，高清诶。好，来把握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根据咱经济部的统计，台湾一年卖出偌济杯的手切茶咧？是1亿、5亿，还是10亿杯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一年哦，一年1亿、5亿、10亿。无可能。我是敢若是哦，救人哦！真紧哦，真紧哎，你了偌济就救人啊！哎呦，紧嘞救人伊哦！高清足多啊，高清就多啊，10亿， 10亿，一年10亿哦，10亿。哇，惊多人呢？确定哦？确定，确定。哦，因为我袂记是5亿还是10亿。是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10亿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到高清咯！好，当年有10亿。2000万杯这个手切茶，啊，这个切就是迄个咧摇的嘛，哈，啊，就是恁即摆有当时较高级的，就拢会安尼摇，啊，无有的拢用机器的，哈。好，啊，伫这个店哦，开这个手切茶店，咱已经是27509间，就是2万几间啊，比7较济，是比7比迄个便利商店较济，是，所以手切茶应该是足侪人拢啉得起的一款小小的幸福。来，咱今晚换 Max， 好，啊，搁有1万、12000哦，有，免烦恼。安尼我要选的是酒家菜，酒家菜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酒家菜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鱿鱼泥巴算是真经典的台湾酒家菜，啊用什么款的泥巴才是对的呢？是罐头泥巴，还是正水饲出来的泥巴？是，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你应该拢免想。免想。好来，你绝对免想。捌煮过？一定煮过。一定煮过。因为减迄罐头泥巴就减1味啦。哦，是，所以是罐头，对吼？对。好来，咱看者罐头泥巴对唔对？哦！厉害！就是爱食啲罐头味啦。嘿，来分数，恭喜哦，加7000哦！这项菜真正是足好食，啊，其实是足侪餐厅因拢会煮，啊，不过以前就是伫咧酒家的时，因就拢较接煮这个菜安尼吼。好啊，这个罐头的部分，咱台湾其实像这款梨仔肉的罐头，咱拢会感觉讲啊，迄拢食剩的，还是讲往来罐机，还是食剩的，唔对，因迄拢是采收起来上好的品质，啊，落去做罐头，先做好，才会轮到咱食。就像外销的是拢外销上好的物件安尼吼，所以这个物件内底迄款甘甜是足好食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换你哦。我哦，速度更高佚佗哦。来。比得啊，到有波啊，龟子头应该啊，到牛应该拢是料理的，也是我选一个起，鸡啊，好，确定哦。来，压起来，我紧压起来。来看，鸡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袂歹，哇，袂歹，到位就好，袂歹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做艺吼是咧祭拜土地公的活动，啊，你敢知影做艺是旧咧逐个月倒2天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逐个月，好来。我是感觉应该是初2啊到16。我是安尼想，因为开店应该有咧拜。无呢，我都无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哦，基督徒。但是我即马有咧做 YouTube， 给研究迄玄学。好，来看，初2 16对唔对？因为咱风天后土，所以其实土地公伊是管土地，所以伊是算作极阴的，所以伊2月2拜土地嘛。啊，逐个月时，所以是初2跟16会拜土地公。啊，初1、15一般来讲会较去拜神明。啊，虽然伊嘛是福德正神，啊，不过一般就是因为甲土地较有关系。啊，不过咱做嘅一般来讲拢是16。好，所以咱的头月就是2月16，啊尾月就是迄个上尾12月16，所以有一句俗语叫做“食尾月面悠悠”，你着惊互死头路，惊迄个头对着你嘛。啊，食头月捻喙秋，迄当阵头月你若会当去参加因的即个忘年会，就是去遐食头家请的即款年菜安尼。你就感觉即当特懂啊，吼，各有钱通好趁啊，嘿啊，所以就是迄个艺有当下就是请食物件的意思。我想讲艺是因为我的喙齿安尼，所以我是艺。无，你无遐伟大啦。你想伤多咯。救人哦！但系艺跟你这艺无共啊。对，你好啊，学得好啊，学得好。好啊，卖饮料。吼，啊，卖饮料就好啊。乖。谢谢老师。好来，换你哦 ，Max。好，我选的是牛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牛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救人哦！我嘛要记一个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一个古早地名叫做牛码头，请问伊是咱即卖的云林斗六，还是台中的清水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要救人啊吗？救人哦，这真正会救哦！来，今日救人哦！来，清水地，清水，因为我住5车，来对啦，我隔壁，没唔对哦，一定对，对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人讲的，在地人讲的哦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台中清水。来，咱来看者台中清水对唔对？清水伊这牛码头是其实因古早迄个北部族的族落的名吼，啊伊这个词咱若要发就是牛马，吼，啊是牛马，拢会使。啊，所以咱这个词叫牛码头，牛码头还是牛码头拢会使。好啊，因为伊拄则有叫恁选迄个斗六嘛，吼，啊斗六伊是。共款是原住民，啊，毋过是因拍拉的时，就是拍到啊，伫遐鲁们，啊，搁有就是另外一个传说是家己遐要甲因斗六要比看啥要做家己官，啊，结果家己的土穿起来较肥，有迄个较重，吼，所以就后来选家己做一个迄个官，啊，就无选斗六这个所在，嘿，好，所以咱就是。跟清水有清水米糕的所在哦，原来由来啊！系啊，好来换你哦。哦，啊，够万里啊，够万里，够万里哦。嘿，一本万里啊。嘿，啊，我就紧山水好啊，山水。好来，咱来看者山水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真正名有一万哦，差距嘛真好看咧。对啊。哦，才差这几千了。差2千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讲一个人画山画水，代表伊是理想真大，还是讲话分家鬼？感觉画山画水，敢若是画大饼啊，一直就是啊，我抓水啊，我拢知影，我拢会晓啊，我拢有去过啊。嘿，我是感觉是安尼。若讲一个人画山画水是啥物意思咧？山
水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三水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真正有影有一万哦，袂歹哦，差距嘛真好看咧。对啊，哦，才差这几千了。差2千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讲一个人画山画水，代表伊是理想真大，还是讲话分家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画山画水，理想画山。是讲伊的理想，还是你讲话分家规3、2，来，我是感觉是讲话分家规。分家规。哦，是安怎讲？因为感觉画山画水，敢若是就是画大饼啊，就是啊我啊山水啊，我拢知影，我拢会晓啊，我拢有去过啊。嘿，我是感觉是安尼。哎，你隔壁姐拢去过哈，我是靠都会当煮饭的，就厉害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讲话分家规。分家规。来，咱来看者讲话分家规对唔对？这个因为画山画水，就是古早的交通无像咱即马遮方便，所以伊其实到一个所在啊，伊凊彩讲啊。讲遐有啥物啥物，拢无人有证据会当去，所以咱以前嘛有一个迄个台湾迄个话语叫做乌鲁木齐，伊讲伊行到遐看到啥无人知影，吼啊，所以就是表示讲伊讲的乌白讲的啊。无下实际上的啊，咱一般家规是安怎？因为家规就是一直分一直分，你若碰风水家你太无吧？啊，你这个人伤过搞碰风，啊，就家规啊一直分怎分到爆炸去，所以人就袂相信你哈。好，多谢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嘿，介高水。袂歹袂歹。好，来换你哦。加油加油！我算的是 BB 丁哦，BB 丁专业的。好，来咱看下 BB 丁，伊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，哎嘛袂歹哦。来加油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 BB 丁推荐的餐厅吼，伊内底的名单，伫咧无共款的国家有无共款的消费标准？啊，若是伫咧台湾，是偌济钱以内，就会当互你食到3项料理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选择好，这应该知影啊。嘿，应该是1000。1000以内爱食到3出。对，1000爱3出。 3项菜。是，好来，1000对唔对？就厉害，专业的啦。好，咱台湾的点心世界有名，我感觉足幸福的。像足侪朋友因若出国啊，是讲佮转来迄个住伫外国，因转来拢会感觉佮安怎佮是台湾的点心好食。啊，这1000块会当食3项，当然咱实际上去食，有当时1000块你唔若食到3项，所以伫台湾是足幸福的。好啊，咱的语言嘛是共款，伫咧食物的部分拢有足侪足水。 甲遮有关系的语言，嘿，大家爱多多听小台湾，听小台湾。好，来换你哦，加油哦！哎呦，一个万二哦，一个万二，啊，一个是几千块啊，尔？几千块啊？好来，拜酒桃跟拜拜有关系。好来，今年好，鬼子头，好，龟子头，龟子头。好来，咱看者龟子头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算，哎呦哇！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这加落去就4万外呢。是啊。请问什么果子吼？因为是旧历年了后上早收成的，所以互人叫做果子头。果子头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什么果子头？什么果子头？果子头。就是过年煞上大新出的迄个果子，叫做果子头。是。哎，时间到。来。 Max 反正嘛唔知。是。我真正过年果子头应该是过年拢，我拢会食芭乐呢，刚是芭乐。芭乐。芭乐。哦。芭乐。好，瓜吧，芭乐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。芭乐。芭乐。我为什么对唔对？
芭乐应该是一年四季拢有，对，嘿，所以叶芭乐是无啥适合。啊，咱一般过年迄附近是拢柑仔类的较济，吼。啊，毋过后来过年了后，第一个是鱼白，鱼白枇杷，有人咧带迄款鱼白，柑仔色的，哦，嘿，啊，迄款果子足贵的，所以对啊，拢用鸭底起来。来。嘿，啊，伊的发音你会当讲鱼白、鸡白、鳖白，拢有人咧讲。鱼白拢有，啊，咱台湾产量上济，就是伫个南投国姓乡迄搭遐，伊嘛是爱小看山区，较当种出就好食的鱼白。嘿，好菜就等恁上啊吼，好来换咱宝啊，宝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，了解，袂歹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天气寒的时阵，真侪人爱食姜母鸭补身体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用的是鸭肝还是鸭母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1000块尔。是。鸭肝。鸭肝。好，鸭肝是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伊要讲，好，你讲。想讲鸭母拢是生卵的，是。迄较值钱啦，是，对，所以鸭肝就有当时。而且鸭肝会较运动吧？对，靠吧，对，鸭母就较无，我唔知啊。我唔知啊，我是安尼想啦。我唔捌想过是公的母的。我是看迄字是姜母啊，我想鸭母啊，应该是母。伊是姜母啦，姜母，姜母，我唔是母啊，不要这样啦，姜母加啊是哦，对，我这么真知影呢，食到3个几年啊。好，太阳饼无太阳，你知啦？我知啦，老婆饼嘛无老婆，钱包嘛无钱，就看100万。好来看，加鸭肝吼，鸭肝吼，好来是安尼哦。来看下鸭肝对唔对？分数甲加入去，终于又搁加1000咯。你拢讲笑，拢甲我要解释讲了啊。所以咱迄姜就是讲，较新的咱就叫做枝姜嘛，吼。所以你咧炒大肠的是迄姜丝，咱就是用枝姜还是枝姜，拢有人讲。啊，若要炖补的，还是煮麻油鸡，迄拢爱用姜母。伊迄有当时该放过冬吼，还是安怎？迄个姜母出来迄款咸度，啊，佮伊的。伊个营养素较高，啊，一般咱就是姜母煮鸭肉，啊，迄个鸭是肝鸭肝，咱来讲鸭肝，袂当讲肝鸭。鸭肝伊的迄个肉较济，啊，纤维较济，啊，若鸭母因就是迄个。较一般来讲，可能去生卵安尼吼。好啊，咱迄个太阳饼无太阳嘛，对啊，所以咱的钱包无钱嘛，对啊，钱包无钱，这第一届听到。啊，然后迄个像英语啊，迄个长。长暗录英语，因内底嘛毋是长暗录落去教英语，啊，毋过全家有智慧，咱就是真正有智慧啊，绝对有智慧，是，多谢，谢谢老师，来看2队的分数，好来看阮的母队今晚29000，啊，袂歹，嘿，咱妹，哦，今晚有37000哦，好，来，咱今晚进来去咱的10秒大千金。10秒大千金，看图又俗语，对，咱等下要搁看图，然后内面的话，迄就是咱的俗语，无错，真足看的图，迄图爱看真足，是无唔对，好来，咱即摆偌济奖金？咱即摆是37000块的奖金，37000块的奖金就是几秒？37秒，37秒无够啦，无够，搁添30秒，变67秒，好不好？来，嘿，啊，尽量讲，你若讲就上个就会停啊。好，咱甲咱3题尔。好，来，咱就要开始啊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交给你。First, second, 是 ice, doctor。哦，这应该真简单了吧？讲。来 A 啥？有真正做？不是啦，不是。来，拢总37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回去咧？
尽量讲，你若讲就上个就会停啊。好，咱甲咱3题尔哦。好，后来咱就要开始啊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交给你。First, second, 是 ice, doctor。哦，这应该真简单了吧？哦，医生出来哦。有 second, 有钱 doctor。吃冰无啦 ，first， 讲啊讲。来 A 啥？有钱吃冰。不是啦，来，第安怎？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。那正确。哎呦，我嚟教仔，是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，是后来你看后边，哦，够41秒哦，袂歹哦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，后来加油第二题哦，第二题哦，后来咱请出题，请看。好，以下的人情，人情顶管有一条什么？是，人情顶管有一条什么？坑腰，好笑，之后好像是。对，啊，头前一线，零钱坑一线，老年老一线，你好，正确。哎呦，人情老一线，因为字较想遐济，好，日后好小看啦，是咱做人就是安那。系啊，唔通想超过，嘛唔通做甲真棒，无唔对，爱留一下余地下落风看者。对。哎呦，这表数，剩18秒，哎呦，加油咧，加油咧，好来加油哦！好，上尾一题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咱请出题，我给你平安啊啦，平安就好，对吧？对，我讲奇怪，平安先甲讲出来。对。好来，今嘛有13秒，13,000块啦！完赛奖金，啊，佮甲恁恭喜，恁就复赛啊！进入复赛咯！好来，咱今嘛进来去颁奖。金牌一个啊！金牌一个，比赛啊！哦，来，真好！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的王旭荣王老师辛苦了。专家有智慧，到顶拼第一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，恭喜！晋级吧！别，恭喜！阿辉过来啊！谢谢老师，去这边，谢谢，专场版，老师谢谢。